再来看云林有毒品贩仔伫一间大厝进行一级毒品海洛因的买卖，警方是跟踪药卡，嘛抓到53岁药头，阁有10个药卡哦。专案移送云林地检署扩大追查。经过长时间的搜证，发现药卡来到三合院，打买完毒品准备要开车离开时，警方马上向前围捕，当场药卡身躯查到毒品海洛因，另外处处53岁蔡姓男子，看到情况唔对，趁机要入毒班内，被警方破门查到毒品海洛因。主嫌很狡猾，因为他知道如果用电话作为联络工具，怕会被警察监听，所以他都直接在住处，好像开设7-11一样。就如果要缴知道他那边有贩卖毒品，直接过去，直接跟他购买。警表示，53岁蔡姓男子平时住在三合院，以卖毒品牟利。警方接到线报，报车地检署指挥侦办，经过长时间的搜证发现，来买毒品的药卡拢知影一个所在，而且买的人年纪拢介于50-60岁中间。我们长期监控，得知很多购毒者过去他们在那边买毒。缉捕蔡姓的时候，另外有2个购毒者要缴，我们俗称的要缴。过去那一边刚好跟他买毒，将他们一网成擒。昨天收网，直接连同要缴11个人，全部缉捕到案。警方表示，专案总共查到1支毒品海洛因3包等种证物，经过讯问后，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，移送云林地检署扩大追查毒品的源头和流向，继续向为你报道。